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真侪人学赛车，拢会先去找驾训班上课，家己学的嘛是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训驾训班的训，读好稳训第3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训，就是照法度来讲话，嘛有教示的意思，咱讲是教训；另外嘛有境界引出的意思，咱讲是训练。也有训练特别专业的技术，就有培训班。若是训练职业方面的专业，咱讲是职训班。若接受专业的训练，咱讲受训。过去有训导处，主要就是好好负责管理学生囡仔的品行，即嘛已经改做是学务处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教训，这是教导训诫，或者是讲为失败错误来学习到经验。第2个词读做训练，会当讲是调练，嘛会当讲是训示教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生囝是师仔，饲囝才是师傅。阿明真教教训囡仔，无管因兜的囡仔，互伊训练甲足听话，拢袂应喙应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训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